大家好，今日我哋會學習點樣用 Wemos D1R1 主控板結合 DHT11溫濕度感測器、16:2 LCD 螢幕、蜂鳴器同 LED 燈，製作一個 IoT 智能溫濕度與求救警報系統。首先，我哋嚟駁好硬件，LED 燈正極放喺 A2，負極放喺 A4，跟住喺220歐姆電阻放喺 D2、G2。之後喺 DHT11、GND 放喺 A5、OUT 放喺 A6、VCC 放喺 A7，跟住喺蜂鳴器放喺負極，放喺 A8，正極放喺 A10，按鈕放喺 E11、E13、H11、H13，LCD 螢幕嘅 SCL 放喺 A14，SDA 放喺 A15，VCC 放喺 A16，GND 放喺 A17。之後，我哋駁電路，首先將 Wemos D1 嘅 GND 腳位駁去 J1，咁樣 F1 至 R1 都係 GND。之後將 D1 嘅 3.3V 腳位駁去 E1，咁樣 A1 至 D1 都係 3.3V。跟住駁 LED 嘅線，J1 駁去 Wemos 嘅 D8 腳位，J4 駁去 I1，之後駁 DHT11，J5 駁去 H1，J6 駁去 Wemos 嘅 D5 腳位，J7 駁去 D1，跟住駁蜂鳴器，J8 駁去 J1。J10 駁去 Wemos 嘅 D7 腳位，跟住駁按鈕嘅線，C11 駁去 F1，J13 駁去 Wemos 嘅 D6 腳位，最後駁 LCD 嘅線，J14 駁去 Wemos 嘅 D3 腳位，J15 駁去 Wemos 嘅 D4 腳位，J16 駁去 Wemos 嘅5V 腳位，J17 駁去 Wemos 嘅 GND 腳位。硬件接線完成後，我哋打開右上角嘅 code，呢段 code 嘅重點喺雲端與網絡連接 WiFi 並將數據同步至雲端平台，同埋系統狀態監測，狀態0 normal 正常狀態。LCD 顯示當前溫濕度數據，狀態1 high temp warning，當溫度超過29攝氏度時，觸發高溫警報。LED 亮起，LCD 顯示高溫提示。狀態2 sensor error，感測器讀取失敗時發出警報。狀態3 SOS emergency，當按下求救按鈕時，優先級最高，觸發 SOS 警報，蜂鳴器響起，並即時傳送求救信號到雲端。check 完 code 冇問題之後，就可以開始模擬。呢個集成了物聯網與安全警報嘅系統，就係咁簡單，大家快啲跟住試下啦。